王菲現在頭痛得不得了，不是謝霆鋒要跟張柏芝復合，也不是謝霆鋒逼她，而是面對複雜感情局勢難以抉擇。王菲現在估計頭痛得不得了，不是謝霆鋒要跟張柏芝復合，也不是謝霆鋒逼她，而是面對複雜感情局勢難以抉擇。你說這娛樂圈的感情故事真是越看越煩，越看越像一出連續劇。說句實話，別人一邊談戀愛一邊炒作的事情已經讓人麻木了，而像謝霆鋒和王菲這種過去的心情，結果變成了如今的你還記得我嗎的戲碼，真是令人無奈。有時候覺得他們自己都陷入了一個感情的迷局，走不出去。娛樂圈的感情不就是一場沒有結局的長跑嗎？跑着跑着就跑錯了方向，或者跑到一個主角，突然發現都是過去的影子。你知道嗎？最近看到一份調查，關於明星感情的壓力和公眾期待的關係。說實話，這些數據數字抽象得讓我覺得心累，但拼在一起的情緒卻特別真實。明星也好，普通人也罷，感情不就是需要一點空間和時間嗎？偏偏被公眾放大成了一場永不落幕的戰爭。謝霆鋒和張柏芝的故事從上世紀就像個懸念，今天又牽扯出新一輪復合傳聞。本來那會兒似乎都已漸漸平息了，他倆各自有了新的歸宿，可偏偏這感情的火苗又被點起來。你閱他們是不是自己也在夾縫裏掙扎？公眾的眼睛太利了，可他們自己心裏呢？還真難說。我還記得昨天看到新聞，謝霆鋒和王菲的朋友圈頭像突然變得奇怪，沒有一句提示，沒有一句解釋，就像兩個曾經的愛人突然在這場遊戲裏變成了陌生人。你說真實的感情還能藏多久？這圈子裏誰也不笨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兩人的關係早已不像年少時那麼單純。可偏偏外界問起來，他們又怎麼説還在朋友的基礎上相處？這話聽得真心尷尬。曾經那點甜蜜擺在眼前都能讓人心碎，時間是不是真的可以沖淡一切？還是說這感覺一直都在，只是換了個殼？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麼？這兩個曾經深情的男女，玩樂地圍爐在自己設的陣地裏，誰都不想輕易放手。王菲那個曾經天后般的人物，現在也得面對這樣的局面。她或許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玻璃罩裏的藝術品，看着他們的故事一幕幕上演，卻無能為力。謝霆鋒，他從來沒真正走出過，還是在舊影子的引領下游走。人們總說歲月會沖淡一切，但似乎對他們來說，歲月帶走的只是痛苦的記憶，沒有帶走那份牽掛。這事情鬧到後來，成了一種娛樂般的調侃，也成了一個社會的縮影。這一場感情戲折射出的不過是現代人的困惑，愛與被愛究竟應不應該如此複雜？你要閱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明星的生活是不是都像個沒有出口的迷宮？明知道沒有，卻偏偏走不出來。每個人心裏都明白，感情沒那麼容易，傷害也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撫平的。我還能閱什麼？看着這戲碼一天比一天戲劇化，心裏除了無奈，似乎也變得麻木。我們習慣了喜歡看他們表演，卻忘了他們也是會累會痛的人。偶爾王菲坐在家裏端着茶，面對這些瓜葛，是不是也會覺得無聊到想大喊一句夠了？而謝霆鋒或者張柏芝，他們的心裏也不過是幾個塵封的過往。這種複雜的局面，就像一部沒有盡頭的視頻，越想懂得越混亂。可能這就是娛樂圈的常態吧。感情像個不停旋轉的輪盤，
有時你摸不清頭緒，自己也會被嚇得手足無措。看真了，也就明白了，誰也沒錯，誰也不清楚下一步會怎麼走。或許下一秒，謝霆鋒和王菲還能在街角遇見，誰知道呢？但這樣的局面告訴我們，其實很多時候，愛情不是誰說了算，也不是誰輸得最慘就能解決的。你越真要到盡頭了，那些什麼曾經的諾言還能記得多久？那場所謂的真情還剩下多少餘溫？是不是沒有人能夠給他們一個答案？只能隨着時間的推移，習慣彼此的存在，然後各自默默承受。這場戲到底還要演多久？也許只有時間知道答案，或者根本沒有答案。2025年的深秋，王菲被媒體拍到獨自現身北京某中醫館，面色憔悴，手扶額頭，隨後被捕，長期偏頭痛復發。這一畫面與她過往的灑脫形象形成強烈反差，而輿論迅速將矛頭指向其感情生活，不是謝霆鋒與張柏芝復合的威脅，也不是被逼迫的狗血劇情，而是王菲在一段持續11年的關係中，首次被曝出因複雜局勢難以抉擇的困境。這場風波背後，是一個55歲女性在愛情、責任與自我之間的艱難平衡。一、表象之下被誤讀的頭痛與被放大的焦慮。一、偏頭痛的醫學真相與情感隱喻。據中醫館醫生透露，王菲的頭痛源於長期神經性偏頭痛，伴隨頸椎勞損，與情感波動無直接關聯，但媒體卻將其解讀為感情壓力的外化表現。甚至翻出他2014年復合初期因焦慮失眠需針灸治療的舊聞，拼湊出王菲再次陷入情感危機的敘事。這種誤導本質是對公眾對天后情感脆弱性的投射，人們難以接受那個唱着傳奇的王菲也會在愛情中舉棋不定。二、三、輿論的二元對立陷阱。媒體將王菲的困境簡化為謝霆鋒與張柏芝的三角關係，卻忽略了她與謝霆鋒關係的獨特性。二人從未結婚，也未共同生育子女，但通過11年的陪伴、事業支持與謝霆鋒為王菲投資音樂工作室和精神共鳴，與共同信仰佛教，構建起遠超世俗定義的親密關係。所謂複雜局勢，實則是王菲在繼續深愛與尊重彼此成長節奏之間的微妙權衡。四、二、抉擇的根源。當傳奇愛情遭遇現實磨礪。一、謝霆鋒的事業轉型與情感需求變化。2025年，謝霆鋒正式宣布減少影視演出，將重心轉向風美品牌全球化與動作電影特效公司運營。這一轉型意味着他將更多時間投入商業領域，而王菲則處於半退休狀態，專注於佛教音樂創作與慈善。兩人生活節奏的錯位，讓王菲開始思考，我們是否還能像過去那樣，在彼此的世界裡找到交集。二、例如謝霆鋒因工作需要頻繁往返歐美，而王菲更習慣北京的靜默生活。謝霆鋒熱衷於社交應酬，王菲則偏好獨處與修行。這些差異並非矛盾，卻讓王菲意識到愛情可以超越形式，但長期的生活節奏錯位可能消磨默契。三、四、子女的情感需求與責任邊界。王菲與李亞鵬的女兒李嫣正在倫敦藝術大學攻讀設計，而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兩個兒子也面臨升學關鍵期。儘管四人保持禮貌距離，但王菲逐漸感受到一種隱形的壓力。作為母親，我是否應該為孩子的情感需求調整自己的生活？例如，李嫣曾暗示希望母親多參與她的畢業展，而謝霆鋒的兒子也曾問爸爸為什麼總不在家。
這些細節讓王菲陷入兩難，是繼續追求與謝霆鋒的精神共鳴，還是承擔更多現實責任？6. 年齡與健康的現實提醒。55歲的王菲開始面臨體力與精力的自然衰退。她曾在私密日記中寫道：過去可以為了見一面飛3小時，現在連倒時差都吃力。這種身體變化讓她不得不思考，如果未來需要更多照顧，謝霆鋒是否準備好與她共同面對？而謝霆鋒雖多次表示會陪她到老，但其事業擴張的野心與王菲的隱退傾向形成微妙張力。3. 王菲的應對，在不抉擇中尋找答案。1. 以空間換理解的智慧。面對困境，王菲選擇暫時抽離她，前往印度菩提迦耶閉關修行2週，期間僅通過短信與謝霆鋒保持聯繫。這種物理距離並非冷戰，而是為雙方提供思考空間。謝霆鋒在採訪中坦言，他需要時間消化，我也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關係。這種默契的暫停鍵，恰恰是兩人11年關係中積累的信任體現。3. 重新定義親密關係的勇氣。王菲開始嘗試將佛教的無常觀融入感情，她不再追求永遠甜蜜，而是接受關係中的階段性調整。例如，她支持謝霆鋒拓展事業，同時要求每月保留1週的二人世界。她參與李嫣的活動，但拒絕成為全職母親。她與謝霆鋒的兒子保持友好，但明確劃清繼母與朋友的邊界。這種有彈性的親密，讓關係在變化中保持活力。4. 向內求索的自我救贖。王菲的頭痛本質是自我與關係的衝突。她通過禪修、音樂創作與心理諮詢，逐漸釐清真正的抉擇不是要或不要，而是如何要。例如，她與謝霆鋒約定，如果未來身體不允許，就一起搬到大理隱居。她告訴李嫣，媽媽的愛不會因距離減少。她對謝霆鋒的兒子說：你爸爸永遠愛你，這和我無關。這些話語背後，是一個女性對自我價值的堅定確認。4. 啟示，超越抉擇的成熟愛情觀。1. 愛情沒有標準答案。王菲的困境打破了一個迷思，即使如她這般傳奇的女性，也會在愛情中迷茫。這恰恰證明，愛情的本質不是完美，而是在不完美中共同成長。她與謝霆鋒的關係，因允許暫時抽離而更堅韌，因接受變化而更真實。3. 責任與自我的平衡藝術。王菲的選擇揭示了一個真理，在親密關係中，自我與責任並非對立。她既沒有為了子女放棄愛情，也沒有為了愛情忽視子女，既支持伴侶的事業，也堅守自己的生活節奏。這種平衡源於對愛是尊重，而非佔有的深刻理解。4. 頭痛背後的成長禮物。這場風波最終讓王菲明白，頭痛不是懲罰，而是身體對過度思考的提醒。抉擇不是困境，而是關係升級的契機。當她放下必須做出正確選擇的執念，反而找到了最輕鬆的答案，繼續愛，但更愛自己。6. 2025年的深秋，王菲的頭痛或許仍未痊癒，但她的眼神中多了幾分從容。她知道，真正的愛情從不是非此即彼的抉擇，而是邊走邊調整的旅程。在這段旅程中，她不必成為誰的完美伴侶或完美母親，只需成為那個真實而自由的王菲。而這或許就是她給所有在感情中迷茫的人最珍貴的答案。珍貴的答案，珍貴的。